台南市疫情协力慈善会为了要帮助偏远地区生活较困苦的国小的囡仔，县政府指定区公营国小定有4间学校19位学童1年的助学金，或者囡仔免烦恼学费，会使安心啊读册。台南市疫情合力慈善会为着帮助偏远地区生活困苦的国小学童，办理清寒家庭合资助学金爱心活动。今仔日来到佐定国小，关乎佐定区公营国小、佐定国小、南华区北寮国小、西部国小等等4间学校19位囡仔，现场交予4间学校的校长来接收。也是算作一种鼓励啦，让他们能够在未来的学业当中能够有比较好的学习的环境。佐定国小的校长杨静峰讲，真感谢慈善会对弱势囡仔的照顾，让学生感受到社会温暖，让囡仔唔免烦恼学费，会当安心学习。我们用边缘户来补助，希望让孩子能够在就学的时候都可以无忧的学习。伫县政清寒助学金的现场，佐定国小的学生嘛表演现仔，表现偏远学校学生多元学习的成果。慈善会嘛期待学生未来有成就的时阵，会使来帮助社会有需要的人，让这份爱心会当继续循环。